如果話香港人嘅玩樂回憶係海洋公園同迪士尼，咁台北人嘅快樂時光入面，絕對唔少得台北兒童新樂園。呢個位於台北市士林嘅樂園，交通方便，場地大小啱啱好，刺激度亦適中，唔會令到人感到疲憊或者過於擁擠，無論大人定小朋友都可以輕鬆遊玩。邊個話去樂園一定要大灑金錢？台北兒童新樂園嘅票價超親民，入園門票只需30元，而遊樂設施則係單項收費，每項約20至30元不等，仲可以使用悠卡。如果想玩得盡興，可以考慮購買一日票，價錢200元，手上綁上手環作為憑證，可以無限次遊玩13個熱門項目， CP 值超高。如果只係想入場陪玩，俾30元入場費就可以，選擇非常彈性。相比郊區嘅大型遊樂場，台北兒童新樂園嘅費用負擔輕好多，無論小朋友定大人，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屬於自己嘅樂趣。而且美食方面都唔使擔心，樂園內設有美食街、餐廳，甚至仲有71，方便你輕鬆補充能量，繼續開心玩。台北兒童新樂園之所以叫新，係因為佢係兒童樂園嘅升級版。以前台北確實有一個兒童樂園，位於圓山，但因為設備老舊、空間有限，2014年市政府將佢遷至士林，並改名為台北兒童新樂園，設施更新、更安全，環境亦更加舒適。總之，台北兒童新樂園就係一個玩起嚟冇負擔嘅好地方，唔單止係一個適合親子遊玩，情侶約會嚟呢度都非常合適，可以安排半日或者一日遊，玩完之後仲可以去附近嘅科學館或者天文館，令你嘅行程更加豐富。希望你鍾意呢條片，如果呢條片啱睇，請撳一下 like、share 出去同埋訂閱。去埋我哋 FlyGBA 網站，裡面有好多旅遊資訊攻略，不時仲會有優惠着數。